新闻来看旧泰安车站，因为旧泰安这个车头因过是连接苗栗甲台中线的铁路，即摆有部分路段被改造是这个铁架路自行车，另外一部分路段拢无咧管理，和这个地方人士真可惜，就是讲希望会使国外化利用带动观光发展。 旧泰安火车头虽然已经转型做观光车站，不过观光效益比袂过同款是旧山线的苗栗盛行车站，所以地方嘛希望未来争取自行车道延伸到台中的旧泰安车头。所以如果可以将我们台中市跟苗栗合作成功的话，这是我们在全世界跨县市的古迹定点的 ride back。 苗栗到台中的山线铁路，沿路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铁道古迹。未来明代迈向铁道复苏、铁马先行的方向来推动。用多元运具的方式，那包含了现有的比较4人座的铁道自行车，那未来可能还可以再扩充成，比方说20人座的小型的火车，那这样的方式呢，来做营运。明代嘛讲，旧山线铁路全长大约15.9公里。 不过，修复工程的总经费要17亿，未来嘛协助台铁局向中央争取经费。我是喜顾亚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